各位议员啊，洪博第一次发言哦。我有一寡代志哦，想要请教一下我们那个文化局局长哦。针对哦，我看一下，我们施政报告里面哦，你们一些想请问一下，现在我们彰化县哦有多少你们所谓的文化资产跟历史建筑？那个，请文化局长答复。我去说明对不对？就说你觉得说，其实事实不是像，是事实是怎么样？怎么样的部分？公社他说怎样？公社他现在他说你情人节没有在家陪老婆，老婆大肚子在等你，你又跑去找小姐，有没有这个事情呢？没有，因为8月6号当天，我下去南部跟朋友聚会，因为我再来要开公司，在中央路场旁边，所以我下去谈海鲜的事情。那当天我去朋友招待所，有遇到就是这些朋友，那我跟那一名女生也是在现场才认识，但是并不是像他说的什么我去找小三还是什么之类的，那我跟那名女生也没有，更不可能去发生关系啊。那相片是你 PO 的吗？对，相片是我喝酒之后就是被朋友恶搞了，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立即把它撤掉了。因为他姐说什么我爱你这样子啊？对，这个是我朋友帮我打那个我爱你情人节快乐。所以那些字是你朋友帮你打的。对。哦，他可能觉得好玩，要整你这样。也不是啊，因为怎么讲，这种很多事情是私底下的事情啊。那你做这个，我是公众人物，对啊，自己行为没有今天好。这是算是交际应酬的吗？一半一半。那你会想有什么话跟社会大众，还是跟家人讲？社会大众就造成不好的观感，但是，对啊，造成家里面的困扰。所以本身的话，你跟这个女生是第一次认识而已。对。所以那个只是一个朋友起哄还是怎么样？对。你讲一下朋友起哄还是什么？算是朋友起哄，对啊。那我们自己又太年轻，想说去外地没有太多的压力，对啊。我们现在跟老婆好像就是有一些感情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目前来讲，就好像说她怀孕了，可是你还没有陪她这样子去跟女生这样子，会不会觉得说很多事情，这就是跟你现在你的工作跟家里面的事情一样啊。他怎么讲？我必须负担很多花费吧，对啊。社会大众都觉得做议员好像赚很多钱，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一个月花那么多钱都花去哪里？有一分一毫是花在自己身上。那本身我们现在跟老婆现在是有什么感情问题吗？就是还要在处理上，对。有提到要分手的话题吗？先前。那这件事情他的家人应该是拿来大做文章，是不是？是他的。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时间点也太凑巧了，对啊，在我们上个礼拜谈完以后，然后是谈要离婚吗？对，又遇到这种事情。对啊。变成说你老婆的妹妹或是弟弟，他们觉得不开心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现在太太是回娘家吗？我不知道，家里面的人多久没有联络了？你们两个，你跟你老婆？昨天有讲到他要破这件事情的事情。所以那土是被他们劫走之后再透出来。对。你们在谈离